后来乡亲啊，一份600块的艺放券过来了。文化部发放的第一波的艺放券是电子券，都要透过手机来注册甲抽卡啊，会当摕来看电影、看表演，或者是买册等等。但是这对老人长辈、对身心障碍者、对无手机的少年族群来讲，真无公平，因根本就无机会领到。文化部已经针对这群族群来规划着艺放券2.0，比照着翠暗的模式，只要摕健保卡到超商去注册，抽到的人会当直接领纸本券，最该要发60万份，上紧8月底来实施。阿伯，恁到抽过艺放券看歌戏？参拜这就足麻烦的啊！对啊，有钱人趁啊，你嘛袂去参加迄啦。迄无迄工无精神啊，该不济啦，你听。好，气噗噗呢，莫生气啦。就是烦恼讲，阮老大人拄着手机，就惊到要害。文化部8月底推出一个艺放券2.0，只要你1.0的版本无抽到，年岁65岁以上，还是18岁以下，或者是身心障碍者，大概是650万人，拢会当参加第2波的注册抽签，含翠暗的模式共款，摕你的健保卡到超商去注册，那抽到就当领纸本券600块。对于这个智慧型手机这个使用比较弱势的族群，我们会在8月底开放超商的通路注册登录。甲登记抽签变较简单咧，不管是公园大树骹纳凉的阿公，还是抱红鞋的妈妈，拢有机会会当抽一个，才袂讲看到艺放券就直接放弃。